我就记得叫喊做讲有海，本来就想讲啊，做嘛该唔承认咯？人都改想讲本的，当然咩希望人肯讲本啊。唔过，人喺联想做怪的，还有嘛嘅验证哦？你还嘛个死胎诶！莫像人阿公咁样用洗脑筋啦。连你阿生人你阿出世都係認本名嘅咧，佢再想要說乜嘅？来啲生人呢，講驗本名，係也古巴規聽嘅。唔過，咩莫明白嘅，講驗本相啊！個人不想終於防騙你啊！多少？也真係重點嘛？講嘛嘅維護生人嘅空間，錢真係真緊嘅。你都嘛用講人咯，你都係鬧佢係嘛？你早就聽人講，佢款片聽說會先款到錢，係笨蛋唔信。一直都描述用吧，9年9經驗，係老闆兒去決賽，唔是講係欣賞，做得本來看到描述嘛。你看嘛嘅啊？有嘛嘅好看呢？是你啦，啊，要係娘來嘅嘛？有啊。係看娘來嘅，係世界冇指標，一洋葱嘅。做冇意思了啊！洋葱，我開始退休嘅啊。今日可能還未收起來，也做得意嘅。不過冇去本市場看，我講機會。欣賞哦，給我錢呢？我係本技師，唔是錢的錯用嘅啊。冇啦，要種錯用冇效啦。我喺夾低嘅一本正好嘅公本係欣賞。有好冇好人講嘅哦，就講冇錢，你係談唔適合冇？我唔講啦，講欣賞哦，唔會以強苦你啦。公本係平嘢門口，唔用係吊燈，伊都有靠譜嘅排便。既然以搶老醫療看作勝利。來是在東上插架看板。我看阿哥正面東上我插架看板咧，今日真係嘅鬼路巷哦，都然都會講廣播派嘅事情。cái牌匾出廣告嘅咩？來三人真啊！就像你救命人嘅廣告相同啊，冇上說的就會救命啦。哎，讓我做得到醫德可風嘅視察師，盡做係廣告啦。我認為啊，廣本海啊，佢哋也要選啊，攞佢中央係受依靠嘅醫生，就啲背後啊弄小弄屁，將佢啲真行啊，開受依靠嘅醫生，搶家勝利啦。係咩聽人講嘅？我唔知係有樣啊冇樣。不過有乜嘢啦？我認為廣本海嘅生意啦，係搶有醫生牌嘅勝利嘅啦，故所啊。我真是啊，有選講嘅，做唔到就做唔得啦，吊硬嘅看板。你阿就老記啊，講一本相同樣咩？啊，係個稀胖胖嘅也不多。阿爸，你可以講日本講好。我就看唔過嗰種可惜白嘅小貨嘅啦。還有呢，嗱個注意啊，啊，冇花到自家啲裝一廠，作為經驗師，你以為自己係日本人嚟係嘛？講乜嘅啦？白解落啦！嗱，按照錢無限嗬，啊，好當什麼啲個聽說日本人啊，啲個整台灣兵啊，我講唔行啦！日本人一次都放定台灣人，唔敢去呢台灣兵啦，一下冇兵嘅咧，啊，
真系请台湾人去战场送死。阿哥，冇一天啦，今日8月8日11月。系啦，11月啦。其實，我馬上趕入嚟。阿陽有咩做帶？走唔得咯。就係啊，唔拢安尼想呢。看到真空，這條插腳線，係咩時候？係咪會留幾條強勇嘛？唔過，係咪唔敢講？係做到會變人較好嘛？唔看，票本人做店面就會按呢，咩都蠻奈何做。唔過唔怕，反正有300我一口頭。因根本嘅冇做生意咯。根本你就會開始中風嘅呀。根本嘅，我記條細起來。呀，乃像唔知了，啥意思啊？小さな道場で大切なことを台無しに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。跳干了，跳干了，跳干了。校长，时才70年，也哈政府的所开政策，青岛都使命下来从哈无个真紧真快钱，抢个半个时间，好冇？假講嘅啦，我看呐，根本都冇哪樣事情變到心關度啦。有啦，我本都心關度啦，我係真緊無法度爭嚟拜託，我係做寫生意嘅，因為冇做就冇好說。拜託伊下，個半個時間，請某個好冇？好嘅啦，簽到冇很多嘅事情，哎用拖拖幫幫，應一拖應一，跟挨掉有個啥啦？阿公，多少？我睇上，其實人嘅開叫卡下來之前，生意中風，未冇跌動啦，還係出本夢先生多一些時間。好啦，阿孫咧都咁講嘅，就本就拖家一搏嘅啦。什麼？哦，夾起全部嘅，夾起全部嘅。什麼？阿廖度。你想去買東西？大家去右邊曲過啦。也係有動機進來。係啦。幾多進來？幾多進來台灣？用母語啷個講啦？
也要休上瘾啊，是在抹胎抹谁啊？迄男用按他的事情，因为唔是蒙古老人家迄嘛。也哈男用安慰险的都，无得做有道就做唔落的啦。卡萨，有同要不要去马勒？唔系上战场，像去支援前线的药品补给，唔会动危险的啦。有动了派出嘅国母字不字体啊！啊，好好的药及时给唔做，就去南药，让他听出一本小事，就算救命状啊，外面没人给他顺的啦。阿公，我想，佢决定去南洋，可能系国不强的，应该没有加苦情啦。杨阿弟，你冇冇去啊？啊，千怪万怪啊，就怪你本人啦。卡咩几张好诶，哈！一开始啊，我让你学讲日本话，杀下来啊，我让你讲日本命，你哈，你个孙的命给俺输去，卡咩几张好，白来咯，哎，你讲法，啊，日本人有几好？我冇切开日本人啦，还有输啦，白开咯，看死你啦！还切开，真见哦，看都冇意头啦，白开咯！我想，有同应该没迄唔对，我用办面对多桑、卡桑，还有阿公。我说，长大要奉天保本来。kia呢，我有老记得讲啊。就讲，俺去台北办事，亲朋友，其他的唔使甲讲。一星期哦，一下你特别食饭要通喺度背到病。也慢慢改啦，从迄山水亭来往，做尾标按用的音乐啊，还有一间船堂，就按做玻璃路，有样哦，迄天就无转来啦。来，你阿伯既然转台湾，用顺路转不卡喏。乃伫岛上卡上哦，唔会本来去马勒啊。阿公听从咩嘿？佢啲嘢有讲嘛该嘛？不过，笨蛋唔会转台湾，系美商旅岛公司学亲情的自由技术。也去马勒，唔就好唔大。我毕业要时节，系好到天意命嘅。只要我嘅成绩，我呢去西雅姑姑应该系冇问题。我都要下做2年呢，我啲升等部。又唔会按用咯。本来那边老豆唔是祈求，其他条做调我去西雅姑姑，我都要下做冇啊。その後したんだが、僕は本当の人だから、最初から信頼されなかったんだ。本当の人。本当にな。あ。
不过，真正是因为唔是本党人的关系。今回会社がまでに事務所を設立して内緒提さ公開去。反正啲宣伝文が本とまかや制約部に移動になるなんて不可能だし、自分で南へ仕官した方がいい。阿娘哦，其他條對外嘅看法，可能做為冇強嘅呢。姑嫂，是显示好重的意思。不过，你前面还是本党人，安样真见得得到人的声音下。反正这片黑人多，花咩痛啊！边系撩到日本药廠，当然个个都有硬咩搞唔清楚嘅宣传语言卡呀。安样讲咩黑啦？不过，阿公迄时，唔是此年去听日本人相处的，听说为了唔叫出去的。人哋唔會讓日本人聽書，冇去推中國人表面哦，做埋去本嚟係乜緊人咯？政治我搞唔清楚啊！我就想去做起家，阿勇咁做唔得。有样，做得做起家，轻松要。来，今做起家。其实，我就係冇辦法做起家，按當年你嘅騙起家，我早就唔想做乜嘅批亂先生嘅，總係因為多少阿公嘅期望，唔想本人講係不好。多少？看人嘅計劃，怎樣用繼續進行的？你講唔好去做先生，唔係做你做乜嘅？係咩問題啊？從細啲學校度。人生之後，大家出講，他也會來做先生。人們認聽，自家我來做先生。不過，也下，我真見清黑暗自家，唔敢衝暗啊！做起家，哥，唔追嘅啦。你冇啊？有冇講唔錯啊？台灣有錢有才調特殊嘅人，通通來做先生啊！大家來做先生。就是因為做得賺錢，有幾多咋？佢真見對伊好，
热情的。我用汉白马杀了一次台湾一只变态杀匪啊！不过，我对以后还会动用热情。甲女人好多，你想我好嘅嘛？古时我想结天会下南洋，我是为了理想，唔是想去赚钱。我嘅理想，态度安怎开好？你也跑来对着，天荒啊，强将3年有，开2个，开门去日本人，有数铁团不平嘅。够好啦！我高日本法，我短日本面，冇呀开门去日本人，你说酒醉的冇呀样？你也跑来对着。哥，你说酒醉的啦！刚人几时会转不卡？哥，唔叫我遐动日啦。你要不要去台北？顺沙去请朋友呢？岛上因得个钱咩？冇嘅事情啊。就迄几台亡命机吗？我本人调去做边呢，也下讲好交几片，第几片就叫做咪所讲嘅，我去下嘛。念是可以。中议员也掉，这里为日本前锋出力，也是一定公用的事情。夏先生，どうぞ。どうぞ。会場の準備はいかがですか？許可はおりましたか？我当然讲，迄个出着的问题，故说看也没事，也唔很确定。有嘛嘅問題，我做得天數啊。僕は集英社局の人間をよくしているから、必要であれば
君のために一旗抜きますよ。はい。山本先生のお心を使いに感謝します。礼には及びません。僕たちは同じ小児科医です。助けるのは自然なことです。それでは乾杯。乾杯。车甜蜜，做阵无一中，我老公去做兵，其去做兵，那13年我用干啥？どうなんだですか。出世することは喜ばしいことです。行きなさい。嘿，马上给停！嘿嘛，讲啊！嘿嘛！冇事冇事，继续继续。冇事。唔甲哈总嘛唔讲法，你还知道我亲见手的。王先生，调侃鸟。段时间因为店的事情造成也麻烦，实在真歹势。哦喏，怪菲斯里的兄弟。先生，唔爱去的。爱到的点的，就会输起来万嘞。安尼唔通的吼。其实，一段时间，还没想的动多。我知道，我身体做医生的热情呢。我冇去看业咧，你都咩唔是办咧？系唔系去本条干娘继续做下去？唔是你个教好心呐，蔡峰，哪有讲唔错的？唔对，就要牢记送走的。你知道哪一啥呢？做会来的。不过，按用数起来，免伊打算啊，还去哪会好嘿？亚种曲师，很害着亚种无钱无势的人，做得改变的。粤语。你会体验了？高温欣赏有发，而时代还难搞。是的。是的哈。来啦，来。実は私も国のため軍医に志願した。我说，你的表演会输起来。しかし僕たちの町で小児科医が必ず必要なんです。だから必ずここに残って
病院を開業してください。一人は南へ、もう一人は本島で。お互い一緒に大東亜の民族解放のため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。哎，哎，木头先生，哎，兄弟，你有问题吗？どうぞ。你真的知道我爱你不呢？金妹，金妹，金妹，用枪压掉。还有你哦，我还该是喺台灣嚟，讀咧27年，我嘅故鄉。你刚才说台湾的钱很好赚，是有什么门路？我跟冈上爷的行政长官之间是同乡，跟门路丁相亮的哇。所以我父亲派过来台湾，就收业这日本人留下的粮产公司。米粮产公司？嗯。啊，那可是很重要的民生产业啊。就是啊。已经有冈上院的官员同我保证，只要用100块的稻子就能收购1袋糖。你想想，这1袋糖我在上海可以卖多少？啊，少说也要个500。500？就说你们山东人不会做生意，至少有2000。
唐的心吗？汤姆马的是呢，从一讲跳赛前的事情。只要我在台湾做官的一天，我绝不容许这样贪污的事情发生。用办，来张燕英冇来哦。嗰定下啊，一般来讲，选票都袂蛮其他点种，根本你提早的咩？会听么？唔会。张安斌，苏清爷，东京迄边十偌年啊。是啊，他拄好差一撮仔认袂出来呢。你嘛是啊，大家拢有会啊。对啦，最近咧做啥物佚佗？我即马伫报社做编辑。啊，你一个人来哦？我想转来，等遮安踏好势哦，再来遮厝内的人做伙过来。哦，那安尼你住的所在学校有甲你安排无？哦，有啦。我才想讲，哪会走来一个保险公司的？哎呦呀！后面。哦，你安尼打过来，谈拢互你打出来啊！啊，讲咩讲咩？魏如兄对我有救命之恩啊！我伫咧复旦大学的时阵哦，因为加入地下党，差点强烈入去76号，就是魏如兄替我疏通，我才会当顺利走去日本。76号？哦，红青会的总部啦。哦，你真正是唔惊死呢！当時，我たちは妖怪の夜、東京から上海まで徘徊したが、まだその根塚さめていないのか？魏如兄，说的，无，咱做伙坐车啦，豆豆讲，吼。对啊对啊，同齐啦，吼。好啊。来来来，来这边。后来等去东家，对社会气氛肯定较无同款。我嘛无想要叫互妻离烦恼，只好去转去我遐个古厝，才一直到讲好，才着台湾大学变顺才倒来。我最近哦，学了副中文，叫做韬光养晦。安尼讲对啦吼。对啦。是无呢？啊，哪会才几个月就学到遮尔困难的中文？我即马做新闻编辑吼，比我家己哦，大家拢爱练。我嘛甲你差不多啊，过去2年哦，韬光养洗头啊。甲我讲，即马社会气氛已然无共啊，就应该出来做一寡代志。讲得真好啊！早前我嘛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，恁会当做，可能比我这个做官的搁较济。啊，就亲像拄啊，我伫船顶听到一件贪污的代志，唔知影恁报社有兴趣？你看，过来啊！听你讲下烫头的事情。看规部，搁咧看工职业，你是读我读无啦？无啦，我掠准讲哦，我红楼梦早就已经读到要烂去啊。啊，对照中文版来学中文哦，应该会较紧。谁知影，完全毋是安尼啦。我看你是读册读到戆去，啊内底字连我拢毋捌。
这两个，对啊，那个一级，忍，啊，倒开我就唔知啥意思啊，还是加讲的。郭正兄，苏先啊，我带朋友来，因讲哦想要食手螺菜，我头一个收到的，就是你遮。来底请，来底坐，请。啊，我家己来哈。无问题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何书记，啊，恁两个拄好啦，来，共坐来，哈，来。苏先哥，拄好想问，总文迄用的好个，按家就做来做主编的。哎呀，那个中文免无结好啦，不过初稿nghệ时啊有好表的啊。来，坐下来啦，啊。好，来介绍主持新片有没？这位老师，我看你对洪老板真有研究。这毋是我的，这罗西去的。伊一直想要甲洪老板改造徛较好。罗西去哦，就是罗较过接过，就是伊啦。久仰啊！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你这本敢会当借我看卖？哦，好啊，来。我来甲各位哦介绍一下，这位哦就是陈文彬，伊是中国古文字的学家。伫好西大学区哦，开洪老板开一个专门的课。安尼，我敢会当甲你学中文啊？你嘛较拜托一下，啊人是文字学家，教你中文哦。袂啦。不过哦，大家学校替我安排迄间宿舍休息，较无方便。罗西奇，你来找一寡文学界的朋友，做伙来我遐。我开一个国语班，用上新的注音符号来教大家讲国语。哦，文彬啊，你就来教中文，どうですか？いいですね。我看这师资哦，拢会当教朴素班啊呢。甲恁介绍一下，宋培儒，伊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，即马是新任的教育处副处长啊。就是即马政府内底为做高官的台湾人。对啦。我嘛知影，大家可能有淡薄失望，政府内面为的台湾人，结果是一个离开台湾20天的半山。其实啦，不管是半山、阿山，也是本岛人，只要毋是来学西就好。对啦，这款代志我是绝对唔敢的啊！这位是阮某欧阳华，伊就是大家讲的阿山啊，广东来的客人，汉囡啊。你是汉人啊？系啊。来哦，来食咱山水底上界出名的挂包啦！哦，唔知偌济年无食挂包啊！郭正兄啊，你今仔日你生理花啊？最近拢安尼啦。啊，本省人嫌我卖了伤过贵，外省人嫌我煮了伤过正。啊，我嘛唔知要安怎较好啦。好啦，郭正兄，你最近介绍敢会起伤济啊？无你是要叫我了钱嘛？啊，讲好才几个月啊尔，米价起要一倍啊呢。安尼啊？啊，不过你的口味嘛袂讲偌正吧？对啊，无恁帮我去问遐外省人，啊，因是自细汉大汉拢一个啉豆油哦，啊是逐项菜拢爱阮遐个盐啊，奇怪，切！怎么办啊？听家讲，唔对哦，做事懂喊。马唔可以全部空让啦，来到该别汉人呐，就是头动探呐。注意，不当所中一切因果，一切大同，知恶多是为。
紧开始用中文写吗？啊，袂啦。不过，我嘛希望会当较紧用中文来写。看你伫有新的作品，我嘛就想要赶紧开始创作。也毋过，即摆要用中文来写，实在是有难度。其实，我感觉困难的毋是学中文，反倒是了解即马政府的政策。因为迄是班内底有研究三民主义，不过总是感觉。老三，我甲你讲一件代志。我的公司卖上海人一栋地，敢若会当卖300。这中间，我要互政府的官员抽100个 commission。什么意思？遮的上海人，一顿手就翻10倍。我若是唔去卖因，遐个政府官员就逐工来找我的麻烦。所以即马，大家甲三民主义讲做是三民处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哪会安尼啊？老三，你敢有加入迄个三民主义青年团？有啊。我听讲，迄个青年团是单一的第2名。又是第2闹嘅中秋时节，寒风凉凉吹，冬夜就会过来。我祈祷阿妹嘅路风，点点爱人嘅音信，无法度平静。我爱为你歌唱，我爱为你歌唱，你嘅付出嘅心。不安嘅分离，不再孤行，不再孤行。又是冷冷嘅早春时节，寒风凉凉吹，冬夜芒色眼泪。我祈祷茫茫嘅岔路口，点点湾畔嘅我影，在故乡里。我爱为你歌唱，我爱为你歌唱，你嘅漂泊嘅心。愤怒嘅分离，终将安息，终将安息。阮决定要来办家己的报纸。所以高雄的农民开空间啊啦！啊！这位长官，他说这是他吃饭的钱，可不可以不要收走？你先拿1朵花啦。这边拢袂破。苏先生之前参加过共产党，日本人只是甲伊掠去关尔。若是换做即摆即个政府，我看10遍嘛无够死。